哦，聽80年代嘅音樂嚟懷舊，幾年前就做咗咧。媽咪，你一定要睇下。我知我已經同你講過幾10次，但你今次咧，我可以話我抱住200%嘅信心嚟話你知，我哋嘅後院度有飛哥發仔機械人。係喎，海蒂斯，我哋嘅後院真係有飛哥快仔機械人喎。